大家好，我係大圍金輝鐘錶行阿 wing，今日想為大家介紹一隻浪琴嘅鑽石女裝款。呢隻月相嘅鑽石腕錶設計得相當優雅，配備咗月相嘅複雜功能，直徑係34mm，喺呢個咁靚嘅珍珠貝殼面上面鑲嵌咗12粒真鑽石，非常之名貴。錶面係採用緊藍寶石嘅水晶錶面，有防反光塗層，瑞士嘅自動上鏈機芯，儲備動力大約72小時，再加埋6時位有個咁靚嘅月相圖，既名貴又實用。而6時位嘅小廟盤，除咗係月相圖之外，仲有支小廟針指示日曆，再配搭埋呢條採用咗蝴蝶扣嘅真皮鱷魚錶帶。反轉呢就會見到個透視錶底，可以睇到機芯嘅運行情況。呢隻咁靚嘅浪琴錶呢，折咗都係2萬頭就買到啦，仲有國際嘅原廠保用。有興趣錶迷快啲嚟門市試下啦。今集介紹到呢度，下集見。